阿妹伊来唱这条台语歌，当初我想讲，阿妹伊台语若发音改准，就算真用功。结果听了后，你发现讲，伊不但加准，伊佫安那运用台语真好，真甲运用台语。所以你若听这条歌时，你挂耳机慢慢听，吼，啊，加上伊的迄个管弦乐的时阵，你完全是投入伫阿妹伊的幸福边。吼，则想讲阿妹，你要甲我讲啥？你怎么甲我讲？ 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有时阵想要说出无法的悲哀，踏入天堂。 是挽回，啥人去了解？心爱的你若有了解，请你着忍耐。你甲我不是无目屎。 只是阮流出来。说出是已经甲你讲出来，啊，说是无想要甲你讲吼，真想要甲你讲，但我无爱讲。啊，人吼，人感觉上无法度，上无法度用心情、甲表情、甲语言去表达我对你的感觉的时阵，是因为你无讲，但是我感觉会出来。 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有时阵想要说出无法的悲哀，踏入天堂。 是人不应该，若经受挽回，啥人去了解？心爱，你若有了解，请你着忍耐。 不是无目屎，只是阮流出来。其实迄阵咧写这条歌时，内面有一句叫“大入这套界”。那么所有真侪歌手若唱这条歌时，拢会用迄做刚强的态度去唱这条歌。 其实阿妹无共款的所在是，伊毋是用迄款的江湖的态度去唱这条歌，伊是用迄款的，不管啥物人都会款心事啊，冷冷啊唱，冷冷啊唱。所以你咧听这条歌的时阵，你可能爱戴耳机，啊慢慢听，去感受的音乐，感受阿妹的歌声。 是挽回，啥人去了解？心爱，你若有了解，请你
出来。当我拄听到暗暝唱的歌时，我来讲，当初我要写的境界，伊即摆拢互我啊，即摆拢甲我当初要爱的物件互我啊。